第35天，順着聖靈而行。加拉太書5章16至25節。我是說，你們應當順着聖靈行事，這樣就一定不會去滿足肉體的私慾了。因為肉體的私慾和聖靈敵對，聖靈也和肉體敵對，這兩樣互相敵對，使你們不能作自己願意作的。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，就不在律法以下了。肉體所行的，都是顯然易見的，就如淫亂、污穢、邪蕩、拜偶像、行邪術、仇恨、爭競、忌恨、憤怒、自私、分黨、結派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和類似的事。我從前早就告訴過你們，現在又事先告訴你們，行這些事的人必定不能承受神的國。但聖靈的果子是仁愛、喜樂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。這樣的事是沒有律法禁止的。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和邪情私慾都釘在十字架上了。如果我們靠聖靈活着，就應該順着聖靈行事。聖靈啊，我哋將心交託俾你，求你引導我哋嘅道路，塑造我哋嘅心智，使我哋唔好得罪你，喺我哋裏面結出屬於你嘅果子，仁愛、喜樂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，教導我哋每一日與你同行。阿門。